喺較早嘅時候咧，我哋國家安全處咧係收到一個市民嘅舉報啊，就懷疑有人咧就係喺新蒲崗一間嘅工業大廈入邊咧，就收藏咗一啲嘅武器，同埋咧入邊咧就進行一啲好似類似軍事形式嘅訓練啊。咁我哋經過一連串嘅調查之後咧，相信呢個團伙咧係喺度嘗試緊係組織一班反政府嘅人士咧，向佢哋提供一啲嘅訓練嘅。嗱，內容係包括咗一啲槍械嘅操練啦，用一啲嘅軍刀嘅訓練啦、格鬥啦，同埋一啲無線電嘅通訊等等嘅。調查過程中咧，我哋發現到咧有部分今次嘅拘捕嘅人士啊，我哋喺我哋啱啱嗰個嘅大埔嘅火災嘅現場咧，係用一啲當時黑暴好常用嘅服裝咧，係曾經出現過嘅。咁喺我哋人員咧進入個單位嘅時候咧，發現入面咧係有6名嘅男子，而其中一個人咧當時正咧就係向在場嘅其他人士咧進行緊一個訓示嘅。咁喺管控咗在場嘅人士同埋進行咗搜查之後咧，我哋喺單位入面係檢取咗5支嘅長氣槍、2支氣手槍、5把相信係用作操練用途嘅仿製短刀。另外一把亦都相信係用作操練用途嘅仿製長劍，一啲搏擊用具，同埋係印有黑暴分子常用口號或者係貶損特區政府嘅手章等等嘅證物。而更甚嘅係呢，我哋揾到一啲相信係屬於爆炸品嘅物件。而經過我哋爆炸品處理課嘅同事進行初步嘅檢查之後呢，相信呢啲司儀爆炸品呢係經過自行嘅改裝啦。亦都係有引線可以用作點燃嘅爆炸品處理課，而家咧就正係進一步協助檢驗呢啲懷疑爆炸品嘅破壞力。另一方面咧，喺單位入面，我哋亦都揾到一部 3D 嘅打印機，我哋亦都將會跟進調查呢部 3D 打印機會否咧係曾經用作自製槍械或者係槍械零部件。咁喺昨日嘅晚上咧，完成咗初步嘅現場調查之後，我哋係以非法操練罪咧係拘捕咗當時在場嘅6名本地男子嘅，佢哋嘅年齡咧係介乎20至到25歲。之後咧，國安處嘅人員再根據我哋喺調查期間搜集所得嘅證據，分別喺屯門同埋油麻地，同樣係以非法操練罪咧再拘捕另外3名嘅男子。佢哋嘅年齡咧係介乎20至到22歲。